这算缘投老爸出缘投囝。是呀，对啊，对啊，今日呢，今日娶新妇，对啊，听讲对方是好人吼。那有啦，啊，都因这个订人房吼，伫咱遮老厝10外栋。哈，老厝10外栋的啊。啊，都阮请仔去马来西亚做小去交掉的啦。啊，人对方伫马来西亚银行开5、6间的呢。啊，银行5、6间的，对吧？总裁呢，总裁呢，阮这是安尼啦，伊是无讲啥啦，啊，骗金的吼讲无问题啦，啊，听讲嫁妆我加足济啦。哎呦，对，啊，你也摆哦日子好过啊。哪有影？若讲即摆目前的嫁妆哦，电风、冰箱啥迄拢无稀奇啊，即摆拢音响组合拢 CD 的，迄家己冰冰的迄款。没错，没错。原来有搭轿车嘞了。是讲奇怪吼，啊，新娘车哪袂来啊？对，好嘢，人呢个开路。屁尾哦！我知啦，这个哦可能是破价啦。可能破价。无咯，这我的某，这啊你。大哥啊！喂，你唔是有迄讲迄轿车徛咧落个？我徛咧搭啊，我徛这台安尼徛咧搭咧啊。唔是，徛这台？系啊。这也算轿车哦？系啊，这就是车。啊，这都徛咧啦无？我徛咧搭啊。不是啊，我是讲嫁妆呢。嫁妆贵车啊！有听到无？嫁妆贵车，小等下可能用拖拉裤来的款啦。有啊，这车拢是啊。这个嫁妆哦？对啊，我顶批拢嘛有加来啊。啊个有啥？拢伫遮。安尼啊？一包啊。加一包尔。嘿啊。唔是啊，我骗金送6000的呢。对啊。啊，6000恁老爸拢无叫你交代你摕啥来？
无啊，交代啥呀？敢有叫你摕一个皮落啊？皮落啊？无啊。啊，内底应该有一张咧条啊，安尼长长安尼，啊下边长印啊，啊空白就讲要随在我开的啊。无咧。迄支票啊？拢无啊。拢无。嘿啊。啊，干那安尼尔？对啊，啊你骗金送6000啊。对啊。啊6000吼，我吼买一台车，甲办这个嫁妆，搁开一半啊。哦，啊你啊开一半无上少嘛要有3000。3000。啊，阮阿爸讲吼，阮阿母生活足艰苦的啊，啊，所以剩的钱吼，贴阮老母做未来。剩3000大担恁老母做未来。嘿啊。啊，等听这俗语当是要安怎讲啊？我这个是。啊，你骗金送6000尔，阮阿爸讲吼，自你的头，顾你的病。哇，做我的头，顾我的病。